连锁餐厅麦当劳宣布，这个月20开始要起价，有买主餐是要起2块到5块。连锁餐厅发起价，不过有一寡点心档煞是唔敢起内死间，希望政府会当放零扣营业税标准。香港的鸡肉地还有牛肉汉堡是袂少爱食的人真爱点的。不过20开始，麦当劳要调整部分产品的售价，整体平均起2.4%。我觉得已经差不多了，已经麻木了吧？可以接受吗？应该你不接受也不行。就不会说比较那么频繁去吃，就会选择其他的那种素食店。以麦当劳超大专餐来看，麦克鸡块起2块，双层牛肉吉士堡起4块，菌菇安格斯牛肉堡也有凯撒辣脆鸡沙拉是起5块，超大专餐起2块至5块不等，平均起价幅度是2.9%。加点一块麦脆鸡腿，也是一罐现做的柳丁酱是起6块。比起连锁素食店宣布起价，有一寡小吃店唔敢起，呼吁政府调降小规模营业人营业税，帮助细间店会当降税减少负担。几乎都没有利润，那我们又不能说我们不去支持这些平台。如果能够减税的话，能够对我们的生存会有更大的帮助。一个月3万块，你20万，你请3个假自己做就15万，那早就你已经一个月赚1-2万，是不是可以对我们再友善一点？以即卖营业税来看，除非是营业额8万以下，则唔免扣营业税；，或者是营业额20万以下，扣1%的优惠税率。业者是希望政府会当调整做营业额20万以下免扣营业税，或者是营业额20万至50万，则需要扣1%的优惠税率。税制的问题还是要慎重，那这个大家的意见哈，我们会带回去，然后整个通盘来考量。业者表示，无论是基本工资、厝税到定价拢起，希望政府会当斗3共降税。财政部是回应讲，税制的修改需要进行研究。记者综合报道。